брате. Давай го. Бъди щастлив. 喂，你不是正想翻遍这里吧？我真找，这太笑了。喂，有没有听到？你家有多余的睡衣吗？有，等我一下帮你拿。这儿。干什么呢？滚一边去，烦着呢。怎么着？学会欲拒还迎了是不是啊？啊？我最后警告你一句啊，离我远点儿。你呀，刚才明明是你先勾引我的，现在装的跟没这人似的，你怎么这么坏啊你？谁勾引你了？刚才是哪个小混蛋在我面前换睡衣，拖拖拉拉不穿上？你还故意勾引我是吧？啊？故意勾引我？啊？你来这屋干什么？回来睡觉。你们家这么多卧室，你干嘛非来这间睡啊？我不是和你说了，别和我有过分的接触，汗液也会传播的，你知道吗？汗有什么会传播？我听说唾液也传播是吧？干嘛？我这个事儿给我赔的。你别这样，干什么？我听说性是单面传播的一种。你别这样，绝对不行！别傻了。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。控制不住。你别这样。小英子，刚才太迷人了，太性感了。英子，刚才舒服不？你要是再臭贫，信不信我把你从窗户踹出去？我不是想说这个，那你想说什么？就在这说。在这说没气氛。我会好好疼你的，把你这10几年缺失的爱全都补回来。白文艳，你出来一下，有点事儿和你说。您进去吧，我要在这儿听。要不你就直说吧，反正我也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其实吧，昨天是我没搞清楚状况，你的5项体检里只有1项显示是阳性，证明你的体内已经有了抗体。咱们班有抗体的只有你和另外2位同学，
剩下我们这些人体内都是没有抗体的，还得继续打预防针。你这意思是，他没得乙肝？对，也可以这么说。给了你这么大惊喜，你得好好感谢我。我真的得好好感谢你。不晚点告诉他呀！你丫坏了多大好事啊！本来这几天他就要投入我怀抱了，结果让你这么一搅和，我的顺天又断送了。英子，英子，这个周五和我一起回家吧。和你一起回家啊？回天津？是啊，我老跟我妈提你，她特想见见你。等明儿你妈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再上你家玩吧。别介啊，就是我妈想见你，我才让你去的。我妈做饭特好吃。哎，那我能一块去吗？你想去就去呗，车费自己掏啊。那我不去了。告诉你啊，哎，英子，这周六陪我去看看家具吧。看家具？看家具干什么？我那房子还没装修好，好多家具都缺呢。那你自个儿去呗，你叫我干嘛？你眼光好，我想你跟着我。英子，我上个礼拜回家就已经和我妈说好了，她都预备好食材了，就差你了。这样吧，我买一份礼物，你回去送给阿姨，然后你和她说一声，我有空的时候一定上你们家玩，啊，好吧？小宝，你出来，快出来！你丫整天窝在教室里干什么？大老爷们的不能出去溜达溜达，啊？瞅瞅你这副德行，还穿一个带帽的卫衣，你丫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啊你？你自己看看你的嘴角，还沾了点方便面渣子。你丫不知道方便面是油炸食品吗？你丫不知道油炸食品是不健康的吗？你什么你？你打个车回你那儿吧，快走吧，带我回去。上车，走。哎，你不用，这样我难受。快走吧。辛亥革命的发起人是谁？辛亥革命。哦，孙中山先生。鸦片战争有什么影响？鸦片战争的影响，鸦片战争的影响有3条，不对，4条，不对，哦，3条，就是3条，就3条。第1条是对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，第2条是对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，第3条，哎，第3条什么来着？哎，
哎，你丫真打呀？这条问过你多少遍了，你咋还不会？这样吧，先背1个小时。1个小时？现在都几点了？平时这点我都睡觉了。哎，我今天还淋点雨，头还有点疼。你可以不背，我现在就检查你。你要是错1题，睡觉的时候就往外挪1公分；你要是错2题，睡觉的时候就往外挪2公分。你要是都答错，你就睡我霸王去。那要都答对了，我能亲上睡吗？亲大爷！亲。背题。哎，我今天题都背下来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奖励啊？你还多大了？我题也都背下来了，谁给我奖励？本来就是你该干的事儿，还以为多光荣。我来给你奖励，你要吗？我不要，你拿走。唉，说真的，你将来想要做什么？我呀，我想经商。你经商？你爸会同意啊？我觉得，你爸肯定想让你走他那条路。哎呀，他爱怎么想怎么想，反正我要经商。胳膊呀，拧不过大腿。别管他，你呢？你想做什么？我也想经商。别介，你要还那么精，我要是跟你成了竞争对手，我不得赔死啊！